從一開始的來看這個桃園真不幸4度發生的死亡車禍咯。這警方查車臨檢嘛，但是這個張姓嫌犯因為伊家己4度疑似安非他命咧開車，內心的緊張，無願意接受檢查，所以伊佔油門加速來落跑。警方來約過啊，在5分鐘的時間，雙方約了3公里。最後嫌犯在永成病院頭前弄到變電箱，也佮弄到2名無辜的民眾，弄一個傷嚴重，這個張姓嫌犯甲2名民眾攏死亡咯。轎車雄雄失控去弄到路邊變電箱，有夠大聲，車是180度現場一直出現。我看一擺轎車獨駕駛真緊，警察車佇後壁咧喐，轎車去弄到變電箱了後，加在這個警察車閃有過無好弄到，也毋過當時有2個無辜的過路人因此被弄死。警察的轎車，然後也飛快地走，我只想說，為什麼那麼多警察車？桃園市發生重大的車禍，警方發現嫌犯違規繞過雙黃線，過弄紅燈，隨4燈單警離，嫌犯佇市區佇走，警察約。昨暝差不多8點21分，細張的嫌犯佇經國路甲朱文路口拒絕臨檢，逃走出來，沿春日路一直駛，佫倒入去到南通路。警方沿經國路往南直約，嫌犯佫碰翻頭，沿經國路往北繼續逃走。佇過程中，離市區時速攏超過80公里。警察前後約差不多3公里了後，嫌犯佇民生病院前弄到2個過路人。嫌犯算在內5分鐘的走相約，最後致使3個人死亡。市區裡面追逐的話，那個很危險。如果我們開槍的話，可能會造成其他民眾會有一些意外哈，所以我們不會去建議說這是個問題，一定要攔下來之後，我們會再做後續的處理。警方事後抽血檢驗出現安非他命陽性，發現涉嫌毒駕，嘛佇車內去超着毒品。這個細張嫌犯有毒品的前科，今年3月才被判3個月徒刑換罰金。當時新北地院認為講，伊食毒對別人性命無重大危害，會當減輕其刑。知道他有在使用毒品，這個部分我們不清楚。檢察官早起嘛到病院去驗屍，嫌犯的太太甲小妹面對鏡頭。對着嫌犯食毒代志，講唔知影，獨家上路害死2名過路人，本身嘛佇車禍中無命，留下無辜的親人愛處理後事。